另外，咱金门有2个钓客17个时因是坐船出海去钓鱼，抑过船无油尾也是流去中国的福建，18时互中国的海警救起来。本地19就讲昨昏要转来金门，抑过其中有1个人，那亲像是国军，所以转来金门的计划煞出现变化。甲单咱拢还未接到消息。金防部是表示，人平安转来上重要，目前当地协调。金门防卫司令部一个姓吴的中士，17号困甲姓吴的朋友坐船去北定岛迄库里亚钓鱼啊，因为大雾失去联络，后来因为动力消息，漂流去到福建围头湾的海域。18较前已经去互中国海警救起来。国台办暗时啊回应讲，2个人身体状况正常，会赶紧安排转去金门。有风声讲官邸按算早起要去甲接，不过若像因为姓吴的男性是现役军人的身份曝光，甲上台的计划产生变化。海上突发状况的人道救援是普世价值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将2位平安顺利的接回金门。目前由金门县政府及海巡单位在协调中。敢是因为军人的身份，地处上台的计划出现变化，金防部并无正面回应。因为2017年，捌有军人出海钓鱼啊，互中国救起来，尾手是金门红十字会甲接转来。专家讲，若是已经查证士兵是单纯出海钓鱼啊，照2花演过咧，甲送转也是无问题。不过因为快艇变去的事件了后，变较敏感，中国的动作要是要注意。因为他的确没有任何的意图啊，那但是我们也要防范说他拖延时间久一点，然后让金门这边焦虑，或者是必须要提什么条件，或者是跟他谈判等等啊，就很难说。有分析认为讲，最近2花有合作搜救的情形。国台办嘛讲，即届这2个人去钓鱼的事件是人道救援，甲快艇变去的事件无牵连，那像2花的关系有改变的可能。不过目前中国敢是因为钓客军人的身份，或者是海顶天气无好，因长踮伫遐的时间，也无进一步的消息，就看双方后续安怎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